欢迎大家收聽處心客家，我係哈菲。今日練習，我到上升講日時的最權嘅動漫史事。最權國際新聞有提到，日本動漫迷對真實人物冇經授權使用動漫角色感到不滿，甚至發起倡議，要求尊重漫畫和動畫作品。也顯示不愛想到，漫畫早就唔係強入娛樂，佢已經係全球文化資產。我係Teddy，另一個最近嘅消息係名偵探柯南，2年天讓 Fallen Angel of the Highway 在英國上映前後受到人評討論。柯南天讓當年都從古亭接近強讓，粉絲會期待新嘅案件、新角色、老大場面。兩尾本愛到今日當適合來講三部超長壽、超長銷，而且還在連載脈絡度本應討論嘅漫畫。今日嘅三部作品係《海賊王》、《名偵探柯南》、《老獵人》。嚴格來講，佢哋唔係全球銷量排行榜嘅前3名，不過佢哋都係長期連載，讓人期待讀者驗到圖動過嘅代表作品。海賊王係冒險老夢想看名偵探柯南，係推理老哲士獵人，即係規則慾望老人性嘅暗面。先講海賊王，每天榮日朗對佢97年開始連載，故事表面當係魯夫相信做海賊王簽 One Piece， 不過看久了會發現佢當真吸引人嘅猥瑣係世界觀動態。每一操作都如自家嘅歷史爭取壓迫老抵抗，未如冇強讓出圈，冇強讓價值觀，老冇強讓上口。海賊王最強嘅係佢老少年漫畫嘅熱血，老動情嘅社會議題表達強下。魯夫看起來當單純，不過佢特別打倒敵人，雙雙唔係為到征服，係為到本受壓迫嘅人重新調戲。從阿拉巴斯坦、空島、印度、德雷斯羅薩到後來嘅火之國，都啲講恥辱、忌義、老權力。所以海賊王做得賣研究，唔單淨係因為打鬥好看，係因為讀者為了自家跳下落去。每日嘅人都可能地觸摸海賊團隊簽到一種感情，想報復朋友，想實現夢想，想脫離唔公平嘅制度，想證明自家唔係本命人傑挺嘅人。兩種感情都普遍，所以跨文化未做得本人理解。接下來講名偵探柯南，青山工廠對99年開始連載，主角講聽新日變寫信柯南，表面當係特色破案，不過團戰衝線係黑衣組織老身份秘密。柯南有意思嘅猥瑣係佢老推理變做一種日常格式，命案線索、誤討真相，最後本即時簽詩恢復。我知道柯南當特別，因為佢一篇當公式，一篇如當本人安心。觀眾地位容易厲害，地位如小體，未啲柯南最後會簽到真相。兩種溫情感反過來變做長壽作品嘅力量，加上當年劇場版為了推理動作、科技、警察角色老感情線崩塌，所以佢做得日出吸引新觀眾。柯南未當適合拿來看事件也顯示，作品讀嘅事件像係天然，柯南日出係小學生，不過現實世界讀讀者對成人的變態人，科技未日出更新。對天法、天腦到智慧型手機老太手機，柯南作品為了新嘅社會公器，表入案件度，不老公式保持新鮮。第三部係獵人，飄色二博對1998年開始連載，佢最有名嘅猥瑣，除了故事深度，就係長期好看。不過當奇妙，正因為更新唔穩定，讀者翻譯下正式特別回歸。獵人表面當係小氣輕浮，不過後來日行日然，變做對力量、傷亡、制度、老人性變革嘅探索。獵人老日本少年漫畫都冇強讓，
佢常常唔本主角強送心理，甚至為本讀者感到唔爽爽。念能力系統當複雜，唔過唔係為到演技，係本大家角色嘅性格、代價、老限制都變做戰鬥嘅一部分。尤其到野望片、仙姬片、黑暗大陸老王位極星戰，故事越來越像真實老哲學。我知道獵人最迷人嘅為所係佢當根本角色失控，小傑唔係容人善良，庫拉皮卡嘅復仇咪唔係單純正義。反派入世界比主角還強地思考生命，表現義薄雙雙讓你以為嘅少年漫畫拆貼，本讀者面對下複雜嘅問題，讓人夢死了代價，你很敢愛麼？老三浦病到向下看，會發現佢到其實代表三種唱片連載嘅發法。開切望，靠風太世界老火盤感情前進，名偵探柯南，靠溫庭結識老角色追求，燃燒幹獵人，靠高密圖實天老思想衝擊留下來。佢哋都證明，唱片作品愛發得久，唔做得搶口演戲。未愛要做得日出展開嘅核心問題。對初心客家來講了三部漫畫未有一個文化國土，漫畫做得跨語言、跨國家、跨世代，係因為佢老故事、角色老卡切做大家願意日出討論嘅內容，嘅客家文化咁未做得安樣。唔係強強的課本，係造成大家會對、會講、會分享嘅故事世界。兩咪係今日對史實開頭嘅原因，當漫畫角色本真實內容，大家會抗議，表示粉絲對作品有進行了改善。當柯南天讓當然上讓，大家會期待，表示創收 IP 做得老師台強下更新。文化唔係平等就違法。佢愛讓人創作，讓人尊重，讓人討論，咪愛讓人願意傳落去。我用一句話總結跟開切望，唔愛到，你願意維持有方向嘅人，名偵探柯南，唔愛到，真相值得對到乜嘅地步，獵人，唔愛到，願望老力量到底愛付出乜嘅代價。呢三個問題其實都唔單淨係漫畫問題。咪係人生問題。今日呢10就到呢位，下擺日重新看呢三部作品嘅世界，然後做得唔單淨看劇情，係看佢哋樣板建立世界，樣板留念讀者，樣板本角色配日台如日台人成長。我係哈菲，我係泰迪，多謝大家收聽，初心客家，我哋下集再會。